为着要摒生育率，婚姻管府今年有推出万保量计划，只要囡仔的爸母其中一个人设户籍伫咧婚龄满3个月，就会当申请到6万至13万的津贴。不过最近就发现到有家长领到津贴了后，就随个甲户籍迁走。所以即马婚姻管府是修改实施办法，爱设户籍伫咧婚龄，而且大满8个月才会当来申请。 婚姻官连续16年出事的人数，拢比死亡人数更较少。为着要刺激生育率，管府推出万保量的计划，只要爸母其中一个人户口放伫婚龄3个月，就会当申请领6万到13万的津贴。不过，即马所发现有家长一个领到钱，就把户口刷出去。如果有延长的话呢，其实我觉得是对云林县来讲是最好的，因为才可以确保说他们是真的是云林县的在地的民众。民众说那个迁户籍过来把钱。 说领到了这一笔金额，然后再离开的话，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。根据管府民政处的统计，万保量的计划为今年1月份实施到6月底为止，已经有2569个红婴仔出世，领到生囝津贴。元旦了后，甲户口刷入来领到津贴的有785个人，不过领到钱了后，就甲户口刷出去的嘛有13个人。 总占比是大概0.07啦，也就是不到1成。 这个数字这样子，那我们或许会觉得，就是说这个有迁入迁出的这个情形，那其实迁徙是一个有多种原因的啦，所以我们就客观的数字上来看，这13人哈。管府表示，为着要避免家长领到钱就甲户口刷走，管府修订相关的办法，为7月初一开始申请万保量计划应用金，爸母其中一个人户口要放伫婚龄，而且爱住8个月以上，希望这个政策会当久长行落去。记者王伟雄，婚姻报道。